Hello，各位網友好啊！又係我筆姐姐大媽出場嘅時候啦，睇完片要俾 like，唔使我多講，大家都識做啦。又嚟到8月26號嘅星期三啦，睇嚟出面啲雨仲有排落喎，唯有匿埋響屋企出一下片同大家高興一下咯。不過今日係舊曆7月14喎，夜晚都要落樓下燒街衣布施嘅，為求心安理得同幫自己積一下福啦。年年都係咁㗎啦。至於今日我筆姐姐有啲心灰嘅，因為發覺入嚟睇我片嘅網友都冇乜點增加喎。係咪我啲話題唔夠吸引力呢？不過唔理咁多咯，我都會繼續努力嘅。咁今日嘅話題又精唔精彩呢？就等我嘅頻道助理文武姐，首先簡單去描述一下內容先。Hello，我叫文武姐，先同大家講下今日嘅話題先。一名32歲富二代男仔，周圍放縱去覓食，涉嫌3年之內多宗非禮同一項強姦罪嘅，真係變態又猖狂。希望有足夠證據將佢繩之於法啦。被逼要做飛機師添，乜嘢原因呢？就係其中一位受害女仔所經歷嘅，因為一次所謂相識非偶然噃，呢位女仔響社交媒體交友網識咗呢位富二代嘅。某日就相約咗一齊去蘭桂坊飲酒見一下面，嚟過初步認識先。呢位富二代風趣兼投契，大家都幾傾得埋噃，咁就摸住酒杯底，自然係開開心心吹水啦。女仔開始有啲醉意啦，一齊傾咗好長嘅時間，女仔可能飲大咗些少，開始有啲醉嘅感覺添。富二代都幾有男仔風度喎，就同個女仔講，不如我車你返屋企休息啦。女仔不為其議之下，就上咗呢位富二代架車，點知就瀨咗嘢啦。酒醉都有3分醒喎，呢位女仔點解毫無戒心呢？唔通佢認為呢位富二代真係一位正人君子咩？咁隨意就跟佢可以上車，係咪真係太過愚蠢同隨便咗啲呢？女仔響車上就同富二代講咗自己嘅地址嘅。之後就醉意朦朧之下，就響半睡嘅狀態之中啦。不知不覺過咗一段時間之後，突然間感覺有隻手響自己嘅胸部移動住喎，當時就即刻成個扎醒啦。即時就問過富二代，究竟咩事啊你？更加睇一下架車停咗響咩地方呢？原來竟然係響飛鵝山噃，見到四周清靜，渺無人跡添。真係心都跳埋出嚟喎。之後就同個富二代講，你想點呢？唔好亂嚟喎。富二代就好奸淫咁同個女仔講，你唔想俾我侵犯嘅，就乖乖地同我調周周，打個飛機出一出火，洩咗啲米漿咪冇事咯。當時真係處境揾個人都冇，就算叫救命都冇用嘅，迫於無奈之下唯有照做啦。富二代啲米漿仲射到自己成身都係添。女仔被強迫嘅情形之下，做埋啲咁淫賤嘅服務，之後梗係去揭發出嚟啦。咁個女仔今次算唔算好彩呢？起碼身體冇直接被侵犯先，都叫力保不失喎。只係用隻手同個富二代調周周出一出火啫，咁嘅環境都可以逃過大難，真係值得還神咯。好啦。又講另外一個受害女仔嘅遭遇先，就更加淒慘嘅，係俾呢個男富二代強姦埋添。事發響紅十字會搞嘅公開宿營活動之中嘅，呢條富二代竟然係參加成員之一添，真係吹佢唔脹啦。嗰日宿營當晚已經去到深夜休息時間㗎啦，女仔響自己房瞓覺嘅時候，突然間大門砰的一聲被踢開。見到呢條富二代如狼似虎咁衝咗入嚟，女仔當時慌忙失色，更加唔知發生咩事添。點不知嗰位富二代就撲上個女仔張床，就大大力撳住個女仔。女仔就當然反抗同想大叫啦。響呢個時候，富二代就不停掌摑個女仔，更加連環抽打個女仔身體添。女仔就受盡痛苦，無力再去掙扎啦。真係欲哭無淚咯。之後富二代就撕爛晒女仔嘅衫褲，淫賤不能移嘅樣，完全表露晒出嚟。
就進行強姦施暴嘅行為啦。完事後富二代更加笑騎騎咁離開添。呢件縮形強姦施暴女仔嘅事件，都一樣被揭發咗出嚟㗎。真係火都嚟埋喎！呢個咁嘅男富二代，應該捉住佢，鎖住佢去遊街添，更加要任由市民去鞭打，咁先可以消除公眾嘅憤怒喎。其實呢條咁嘅男富二代，已經曾經多次響基督教會團體活動之中，犯過好幾次嘅非禮同偷窺女仔嘅行為㗎啦。不過依然係獸性難除噃。我不姐姐大媽真係好想問大家一句，其實男人對呢啲侵犯同強暴嘅性行為，係咪真係有另類嘅快感呢？真係令人費解㗎喎。至於我不姐姐大媽都係一個好 open 嘅女人性格嚟嘅。不過我對性方面嘅取向，一定係要溫柔去享受嘅，完全唔能夠接受呢啲野獸性行為嘅。其實呢個男富二代，佢嘅性格係咪天生出嚟就有咁暴戾同侵略式嘅性意欲呢？定係一種病態嚟嘅呢？好話唔好聽，就算今次監禁到佢10年8年，如果性格未能完全醫治更改嘅，依然係全無悔意嘅，放返出嚟之後，對社會嘅女士，一樣係受到侵略同威脅性嘅喎。不過世上啲嘢就真係好難預料嘅。希望呢位富二代受到應得嘅懲罰之後，真係可以改過自身啦。學社會左膠嘅人士話齋，唔通真係唔俾機會人咩？咁又真係唔得嘅。世上嘅嘢，邊度有可能完全睇得透㗎？好多人都識得講，知錯能改善莫大焉。至於知錯不改，先無可放過喎。其實我覺得就係睇一下所闖嘅錯係有幾大呢，同埋所得嘅懲罰係咪真係可以做到完全根治同阻嚇作用嘅呢？今次呢個所謂嘅富二代，連續不同性去做出非禮同強姦，係一種極度陰濕同低端無恥嘅行為。我不姐姐大媽就響度有個大膽嘅建議，將呢條男富二代條周周剪咗佢，或者閹咗佢做太監，咁咪大快人心咯。何樂而不為呢？可能大家會覺得不姐姐大媽冇仁慈之心，不過我就真係忍受唔到呢啲咁嘅賤格男人咯。好啦，不姐姐大媽呢條片又去到尾聲啦。各位網友係咪覺得時間過得真係快，有啲意猶未盡呢？咁就要快啲免費訂閱我頻道，等不姐姐我一出新片，就可以即刻可以收到通知信息咯。咁就最好不過啦。你哋話啱唔啱先？至於而家睇完片嘅網友，就要自動自覺識得撳個 like 俾我喎，俾翻啲快感安慰我啦。你哋話得唔得先？好咯，不姐姐又要講再見啦。最後一定要送個 goodbye kiss 俾各位觀眾先。好啦，多謝晒大家收睇，下一條片再見啦，各位拜拜，拜拜。